南投德山的三那溪牡丹等咧大开，会一直开到4月底。5月10号，青树的牡丹花伫咧德山镇三那溪园区开个真水，请真侪游客特别来遮欣赏。大家拢摕手机啊一直翕，会当伫咧台湾看到真侪种类的牡丹花，互游客印象真深。会推荐好朋友来一起共襄盛举。在脸书啦、LINE 啊、群组啊，赶快推。三那溪园区为民国76年就向日本引进牡丹花品种含种技术，嘛因为这气候凉凉凉凉，好山好水好环境，和这个家将做全台湾上大棚的牡丹花区。预计清明前后1周会到最佳观赏期，整个花期会到4月底。经过园区人员专业的栽培管理，三那溪的牡丹花赏花期到4月底，欢迎民众利用假期刷卡来到南投旅游欣赏水景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